大家好，我哋係 Supply， 我係科男，我係 James。今個禮拜我哋揀選嘅 cover 歌係屬於古天樂嘅《男朋友》，咁啊一首經典嘅作品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哋呢一個少少嘅改編。回答我可不可以暫時讓我講出感覺後，才直說你有男朋友。現在就要走，回答我可不可以暫時讓我牽牽手，我妄想的不會有，牽一牽你手，我便斷mất手。其實都只係奢望，記得我同你對我經已無力抵抗，帶俾我無限人生希望。可不可以暫時讓我講出感覺？點解要用藉口？我只開口講夠，然後你向左走，我會向右走，走到盡頭絕不回頭。與其高級的決定，放開男人無悔以後，從此之後冇機會望可能再逗留。就算可以暫時擁有，放手係我唯一出口。Thanks and peace. Peace. 又嚟 Peace.